本身住大埔，喺大埔大，好傷心，就又好嬲。咁真正愛錫香港嘅人都知點解會嬲嘅。譬如 Facebook 啊，或者係 Threads 啊、Instagram 啲社交平台都會留意到好多情緒啦，即係會有憤怒啦，即係見到啊點解可以發生啲咁嘅事啊，完全係一個人禍，亦都係又會好哀傷啦，擔心自己可能仲係香港嘅親朋好友啊，甚至可能有啲本身係大埔嘅街坊，咁佢哋都會有特別哀傷嘅情緒咯。即係大家都喺一個好唔開心嘅情緒入面。咁其實我覺得喺海外嘅香港人都需要一啲渠道去抒發翻佢哋嘅情緒咯。即係無論係見翻一大班香港人都即係知道原來咁多喺海外嘅香港人都其實都同自己一樣關注呢件事，都 care 呢件事嘅話，一方面對於海外嘅香港人嚟講係一個我覺得情緒嘅抒發啦，但係都係俾翻喺香港人知道其實喺唔係香港嘅香港人都好 care 呢件事咯。